家個世界真係睇小鎮呢，香港都可以發生好多事啊！一樣米養百樣人，八角形都有啊！講你聽啊！嗱，我就幫大家整合咗幾個呢幾日最 hit 嘅 post， 奇人怪事排名不分先後啊！呢條片係由 Sagami 安全套贊助播出。第5位，嗱，呢班大媽做咩啊？個個笠住個環保袋，喐身喐勢，唔知嘅以為佢哋喺度做緊咩儀式啊！嗱，有網民就估可能係太曬，所以就剪幾個窿，做個劣質防曬面罩。不過就呢個造型呢 OK 嘅，明啊，環保啊嘛。第4位，華阿叔，你冷靜啲先，嗱，有事慢慢講，放低個垃圾桶先啊！話說有網民喺街頭影到呢一幕，一位壓力爆煲嘅阿叔對住個垃圾桶大發脾氣，左一拳啊右一拳啊，到底搞咩呢？嗱，有網民呢就話佢心情差，不過阿叔小心整親自己啊！嗱，心情差呢就不分年紀嘅，呢位哥仔呢睇嚟就好暴躁啦，好似綠巨人上身咁啊！無啦啦打爆咗7仔塊玻璃，仲搞到地下啲嘢飲四散喺度。大佬啊，整到人整到自己，何必呢？第2位，嗱，跟住呢條片呢，我都估佢唔到啊！平時大家買咗生果會點啊？食咯，食咗佢咯，係咪好簡單啊？但係呢位先生呢，10日前買嘅生果，今日先至返去鋪頭度投訴，話唔甜喎。一齊聽下發生咩事啊！你話甜啊嘛？冇理佢啊！嘈啦你咪啊！一個禮拜人哋真有樣嘢唔知又唔講，話又甜又唔甜啊水果。你教我啊！我屌啦！呢個啊，佢意思上嚟講咧，亦都係咁樣，你咁我買啦嘛，你咪叫我買啦嘛，啱嘛？啲人唔得嘅，你叫我買咪啦，批我咯。我呢啲嘢你而家嘅，我10咁你買咗嘛？放耐啲咯，放耐啲咯。擺咁耐咪，大家覺得係咪離晒大譜啊？又聽下網民點講先啦。加糖水咪甜啦，因住糖尿啊。佢哋仲話其實啤梨梗係要擺下先甜啦。不過奇怪嘅事仲有最後一單，第1位啊，到底呢個婆婆想點呢？一齊聽下佢講咩？再煩我你老母，你想我點啫？你要位咪讓俾你咯，講呢個關係就有撚，唔係仲要整住個手機仆街。你玩嘢喎，你！唔好講粗口啊！講錯關你撚事啊！屌你老母！冇家教，你冚家鏟啊你仆街！你係咪你自己食翻晒？你應該要有禮㗎。有禮你老母啊！誰是誰非，大家心入面都有唔同答案啦。不過唔通聽到粗口就會打冷震？唔係因為網絡世界發達，我都唔會發現到香港原來咁多怪事發生啊！好多仲超出認知添啊！嗱，如果大家有咩特別想爆料，歡迎隨時同我哋聯絡。今日同大家睇住咁多先，下個星期我哋再睇過。踢拉踢進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